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的9月初10。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箴言19章24到29节，雅各书第2章17节到2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的死。古早捌听少年人爱滚绳笑。人讲钥匙掉了怎么办啦？反正今个人会讲就捡起来因为锁匙落去嘛，钥匙掉了。若发音较无标准的双关语叫做钥匙掉了，若死去同款反正较紧的少年人嘛会讲就甲呆呆的当然这是讲滚笑的话啦但是，若准信心真正是死掉了、死去咱就寸步难行啦咱用马太福音17章的经文，咱昨有讲到，若有信心亲像挂菜籽，咱就会当移山啦当然，若信心死，无有信心，就真困难有任何的表现。我会记得8月出国牧会进前，阮查某囝可能只有小学1年的年纪那有一摆我所牧会教会办活动去三林溪，拄好旅馆办一个消防的活动，就是会当对楼顶安尼推落来咱讲逃生啦会当免费参加这个活动会当安尼讲小可咧耍安尼拄开始的时阵，我的查某囝真欢喜就讲伊要去参加足幸运的但是当去到顶悬，所有的这个装备拢穿好了脚一伸出去伫迄个建筑物外口的时阵伊却单着惊，规身躯安尼皮皮喘呢虽然我伫伊一边来陪伴伊，但是伊却完全控制袂了，无有信心，踏袂出第二步啦当然了后就无阁有勉强伊后来阮出国去到美国牧会了后，大概几年前，教会青年伫这个暑假的这个营会内底有一个咧专门咧练这个爬壁的伊就慢慢甲伊做伙接触最近伫 Facebook 内底这个青年伊就分享这个回顾的相片，大概是5年前，阮参加着教会夏令营这个爬石头的这个相片当然免讲啦我的查某囝就无搁再惊吓，迄个已经有信心会通做这项代志反倒转来讲，就是讲无有行为的信，就是死的无信心，你就无行动。这是雅各书的这个中心的思想。虽然雅各书的作者真强调信仰的行为表现，但是伊并无否定得救是出自相信，只不过是雅各真特别来强调提醒基督徒相信必须爱互人看见有行动，嘴讲拢无效。所以伫第2章17节讲同款，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但是有人会讲，这个人有信心，迄个人有行为。我要佮讲，你甲我看，迄无行为的信心，我要用行为互你看我的信心。这个概念并毋是雅各特别有的，也是讲伫圣经内底，敢若伊咧讲尔定。咱看今仔日的经文，箴言19章24节，就安尼来提醒。伊讲笨蛋人伸手摕食，却笨蛋放入去家己的喙。这咧讲到信心甲行为啦事实上，雅各也讲真清楚，只有喙咧动的相信上帝，这种的人是无路用就伊讲连鬼
嘛相信上帝，而且佫非常惊上帝哦吼。经文安尼讲，恁相信上帝只有一位，安尼真好。但是规模嘛相信啊，而且非常惊上帝。愚妄的人啊，你着爱知影，吼，无有行为的信心是无路用的，吼。敢讲这也无怪讲，定定咧听人讲吼，啊，我也是莫当好啊啦，啊，我也是莫改变好啊啦，吼，即种啊，咱咧讲足无动力的啊，迄种的讲法。因为呢，行动需要付出，需要面对改变，需要去甚至爱冒险。但是会当付出行动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才是真正有信用的性命的人。俗语咧讲啊，悲哀吼，无搁大过心死啦吼。当然，原来意思是咧讲，一个人心光年啦吼，失去良知啦，还是讲咱讲麻木不仁啦吼。无有信心的人，其实嘛是安尼，因为伊就是袂振动。你甲安怎甲讲吼，伊就毋振动，就毋振动啊吼。心，或者是讲人就失去迄个动力。咱讲不动如山啦吼，完全无法度振动，完全无迄个行动力。即种的人，包括骄傲的人，包括无廉耻的人，包括下流的人，包括腐败邪恶的人，亲像耶利米书49章的经文嘛提到，遐骄傲的人倚靠家己的气力的人，将来要败落。遐人嘛是因为无信心，因毋知影爱倚靠上帝。雅各书第2章佫提到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当然伊嘛捌犯毋着掠做家己是牛的自作主张，但是整体来讲，亚伯拉罕伊是一个谦卑顺服上帝的人，伊点点跟对上帝脚步的人，是有信心的人。雅各书讲，咱的祖宗亚伯拉罕是怎样通得到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呢？是对伫伊甲囝以撒献伫祭坛即个行为顶悬，可见伊的信心甲行为是爱会当拄称的。信心是借着行为达到完全。圣经讲亚伯拉罕信上帝。因为伊的信上帝认为做义人，这个话是现啊。伊被上帝称做上帝的朋友，所以人得通得到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是借着咱的行为，毋但因敢若凭着所用嘴讲的信心尔吼，其余立刻的情形嘛是共款。伊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是对伫伊的行为，伊接待犹太人的使者，佮帮助因对另外一条路来逃走。所以，亲像身体无有喘气是死的，信心若无行为嘛是死的。这是雅各的话所讲的。所以，咱看见雅各再次强调基督徒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亲像亚伯拉罕一样，成做一个有行动力的人。咱爱成做一个有信心的活人。